男團衝同愉快刀，巴西再見啦！呢啲就真係衰敗游泳啦。前晚男子乒乓波團體賽，香港隊奮戰之下，仍然以場數1-3不敵上屆亞軍德國。港隊打頭陣嘅梁柱恩唔知係咪緊張得滯，定係過分急進啦，猛咁送分。德國前一個波爾就快刀斬亂麻，先贏第一場。以為狀態大勇嘅唐鵬可以追翻啦啩，又欠少少運，搶唔到啲關鍵分數，搞到要落後場數0-2。去到雙打啦，香港終於做翻場好戲。江天一拍住梁柱恩追翻一場，江天一之後跟住又要挑戰波爾，先贏第一局，以為曙光出現啦，點知就連輸3局，最後得5-4。雖然衝牌就失敗，亦都同時失去埋105萬嘅贊助獎金，但係今屆男團已經盡咗最大努力啦。已經31歲嘅唐鵬會擔任今屆閉幕禮嘅持旗手，亦都好希望可以同到老婆仔鐵亞娜參加到嚟緊下一屆巴西嘅奧運。